未领过阿婆因为钱被抢去，引发心脏无爽快，煞来昏去。判案王做安南病院副院长徐秉义马上来急救，顺利救活阿婆的性命。这是安南病院举办的 ABC 急救夏令营，活动特别以活泼趣味的方式来进行，和大小朋友轻松学习救人的知识。借着一些短剧啊、带动唱啊、一些生动活泼的一个教学方式，让小朋友呢学会各种的急救常识，让他们把这些急救常识深植在他们的心里。我们这个急救教育呢，希望能够从根做起。别忘记吸呼，好，练气气，好，抢救心脏，开电源。为增加学员学习效果，院方也以带动唱方式，和小朋友借由歌词歌曲提醒，加深印象。若是临时需要急救时，袂惊吓乱了脚步。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好，因为其实这个 ABC 这个活动是要深植人心，每一个小朋友，不管小朋友大朋友，如果说在身边有发生任何的问题因为现在是不是常地震，还有我们的风灾，我们要急救的时候，或是车祸的时候，你就就近可以先帮他治疗因为这个活动非常的好，就是要常常练习。其实这个叫 ABC， 它的说法是叫 ABC， 所以这个活动应该是每一个从小我们都要了解。这个活动由副院长徐秉义策划，活动中教导小朋友使用技能甲实际操作课程，最后嘛测验通过学员各会颁发及格证书，希望培养小朋友急救知识甲技能。未来若是面对紧急状况时，嘛会当知影如何应对。台湾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